头刷落来高雄，来看台湾基进党高雄市党部昨下晡伫历史博物馆来举办着三国六大屠杀纪念会，结果挺韩国瑜的大将邢仁高甲罢职的发起人池上贤到场抗议，双方起口角、起冲突。这是历史博物馆，你有清楚注意。双方人马拢真生气。 台湾基进党高雄党部昨伫高雄市博物馆举办306大屠杀的纪念会，包含大将行政国家罢免黄捷的发起人池上贤，带支持者到现场抗议。参加活动受难者家属有人看甲袂做咧，情绪嘛愈来愈激动。 双方尾后阁有发生肢体冲突。为安的环境，随从双方人马隔开，现场受到混乱。这个冲突，台湾基进党三民区市议员参选人张宝勇讲，这根本是雕工来的乱的。 我认为选举再怎么选，你可以表达你的诉求，你可以说出你的主张，但是你不应该到家属来追求一个平静的场合，在一场追思会当中来闹场，来这个喧嚣，那甚至对着家属们挑衅叫嚣啊，这都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池上贤嘛回应讲，因是咧替受难者家属发声。咱是真正咧解决代志，替台湾人讨公道呢，甲恁徛做伙，佮要互恁骄，甲咱赶出去。 天下敢有这种道理吗？池上贤进入发起罢职，即摆以无党籍的身份要参选凤山区议员，一场政治活动嘛变成拼场的舞台，除了分别表达诉求，参选人嘛伫拼人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